Hello，各位家長，你哋好啊！為咗應付今次嘅呈分試二呢，黃老師同埋我嘅團隊特登整咗呢一個呈分試救心單俾各位考呈分試嘅同學啊。話說呢，就曾經有家長同黃老師反映，佢明知道嚟緊嘅呈分試，老師已經同佢講定㗎啦，會出議論文，會出說明文，但係媽媽呢，又奈何喺坊間好難揾到一啲淨係得議論文或者說明文嘅閱讀理解練習。如果淨係想集中操練一兩種文章體裁呢，呢啲練習真係得好少啦。所以黃老師就特登整咗呢一個救心單，入面咧就只係得4個文章體裁，而呢4個文章體裁分別係描寫、抒情、說明同埋議論文啊。呢4個文章體裁咧係必定會喺呈分試出，一定會，所以我就特別揀咗呢4個文章體裁俾你哋啦。今日嚟同你哋好快咁樣睇一睇呢本書入面有啲乜嘢噶咯噃。嗱，首先咧，每一個文體我都就住佢做咗個簡單嘅教學。出描寫文嘅話，老師一定會點樣考你啊？譬如描寫文，如果係寫人嘅話，老師會考你啲咩人物描寫手法呢？如果寫風景嘅描寫文嘅話，老師又會用啲乜嘢視覺描寫、多感官描寫手法去考你哋啊？呢啲咧都係同學仔非常之容易撈亂嘅錯嚟㗎。譬如描寫手法咧，有啲同學就會答咗修辭手法，問你修辭手法又答咗描寫手法喎。究竟呢啲有咩唔同嘅呢？呢本閱讀理解都會有介紹嘅。閱讀理解入面有十二篇練習，包括有文章同埋最特別嘅題目有解說啊。嗱，譬如呢啲咁嘅題目，問你哦，呢篇文點樣描寫佢嘅日落景色啊？黃老師咧就特別提醒你哋，原來時間同埋空間有2個唔同嘅描寫手法噶噃。再睇下其他，咦，原來我哋見到問文章主旨可以睇啲乜嘢句去估到答案噶喎。又或者啲長題目咧，同學仔成日都唔識得答噶，有啲咩作用？咩叫做作用啊？文章講作用嘅，我哋又可以喺邊度揾到啲提示字句啊？呢一啲咧就係呢本閱讀理解救心單值錢嘅地方啦吓。嗱，譬如呢一度題目問你啊，作者對父親有乜改變啊？原來答改變類嘅題目咧，我哋係要寫之前同埋之後嘅分別，先攞得晒4分噶喎。文章講作者嘅父親，點樣形容作者嘅父親？我哋要點樣先至可以攞得晒3分？呢3分老師係點樣分佈嘅呢？呢一啲全部黃老師咧就寫晒喺答案解說嗰度啊吓，每題問題都有佢嘅解題技巧，都有佢嘅答案解說。而呢啲答案咧，黃老師都係根據多年嘅教學經驗，針對住你哋學校老師俾嘅標準答案去做設計同埋分析嘅。所以呢一個12篇嘅閱讀理解咧，包保你做完之後可以更加掌握到老師改卷嘅脈絡同埋思路啊！希望呢一個救心單可以幫到你哋啦。嗱，呢一本書咧，而家新客預購價就係100蚊，所有而家報讀緊黃老師易德中文專科教育中心嘅學生咧，我係會免費送俾你哋嘅。希望你哋呈分試可以攞到好成績啊！嚇，希望幫到你哋，再見。